金碧輝煌，門口仲擺嗰啲名貴車，仲有架金色嘅勞斯萊斯，超大間房。仲有呢邊，哇！抵啊呢間。而家嚟到客家博物館，其實佢5點閂門嘅，而家就嚟4點半。拍冷氣嘅地方，博物係咩？就係食糍粑，係咁樣。哇！啲人話要嚟食呢個鮮奶煮蛋，不過冇人。前面有個牌，唔知什麼呢條橋叫咩名啊？咩紀念大橋。所以咪幾享受，我望住圍住呢個江邊。金融大廈咧，金融中心喺呢度喎。天和喺潮州城教我哋點樣沖功夫茶。唔使咁多啦，係咪啊？要功夫茶要多啲茶。我哋2個人啫嘛。第一站嘅就會倒咗出嚟，咁先唔會苦嘅。功夫茶就得3杯啫喎，佢小姐都講係得3杯嘅，揀嘅喎。有個齋堂，跟住指定時間係有節目。有啲觀音啊，有啲牌。上面嗰間喺入邊啦，我哋要去呢間。天下家小鎮，客字呢個係，小心啊！呢啲叫客家嗰啲景點咯。係咯，客家嗰啲樓。係啊，我哋唔使去啦。夜晚着咗燈，跟住係咁樣嘅。温雅飞天体验。好了，现场的所有朋友们，普通人和铁花献瑞。满堂喜庆，健康长寿。5打前程似锦，步步高升。6打一顺百顺，万事如意。7打财源滚滚，遍地生金。8打吉星高照，天地同辉。9打和谐稳定，共享太平。10打國泰民安，天下大同。本身又話夜晚呢度係似維尼斯，因為佢呢度啲建築夜晚嘅燈飾好靚，燈飾咧合。哇！熱辣辣真係熱辣，呢啲雞先至啱食。又係完咗先嘅呢間，就係我喺夏天喺附近租嘅民宿，其實都係100零蚊左右啫，然後都幾大，跟住仲有個露台。